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，也就是维吾尔人特殊的一个饮食文化，这是与众不同的一个文化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维吾尔人。2017年，就是3、4月份的时候，就是，集中营的创立，还有这个维吾尔人的知识分子、成功的商人、学者、宗教人士，这种人就是得到破坏的时候，那我们也就是这个名单的人了，那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有危险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幸运者，我们可以能安全的离开。如果当时我的护照被没收了，那我就完蛋了。但是我很幸运，护照在我的手里。因为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，这是历史的铁证。他们想把这片土地拿到自己的手中，他们想把这个主人要赶出这个地方，或者要把这个主人做同化掉，让他完全成为一个汉人，这样他们才放心。其实他们这个想法是不符合这个历史的潮流的，任何政府、任何政权都没有做到这个东西，他是做不到的。他强迫的东西，我们是接受不了的。我的孩子去学校的第一天，他不懂英语，我非常担心。因为他当时是5岁，我的第一个儿子。我从他离开家到回来，我是非常不安的，很难受。我很难受。我觉得孩子在教室里面是不是坐到一个角落里面，很孤独这种。但是他回来以后，我问我孩子你喜欢了没有？他说他非常喜欢。这是我最欣慰的地方。我们必须让孩子都穿上我们的服饰，让他们纪念我们的节日，让他们明白我们的风俗，知道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火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。我们绝不让中共把这个火炬从我们的手中夺走。我们当看到一个民族、一个人在受破坏、受压迫的时候，你如果要把民族问题掺到这个里面的话，你是考不过你良心的考试的。你必须要考，这是对我们一个良心的一个考验。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华人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跟我们同声，跟我们发声，让中共停止压迫，停止破坏。这才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